理在我手，道理我都有。Oh shit, man! 乜嘢啊？呢班人，你要唔要試下全程攞個手機播住頭文字 D 首歌跑住去揾嘢？咁即係話我個咪長期都會有聲咯。你有冇諗過我係匿唔到㗎？你係咪搞事啊？咩叫有冇睇過周星馳嘅功夫？插兩把刀喺膊頭當後視鏡，我都唔知俾咩反應都冇。有刀嘅話，我就好似女高中生咁樣追住佢嚟毆啦，我怕佢。冇刀啊嘛，佢都冇武器，有武器又驚咩呢？真理在我手，道理我都有，但我冇真理喺手啊。